乡亲继续来关心台北市中山区基泰大地的建案，因为施工不良，害人家厝起起拆落。基泰建设当初是委托一间叫做宜大的工程公司帮因做工地监测。台北市议员刘彩薇提出了一份9月7日宜大公司和基泰建设的监测异常的告知单，内底写明有几啊项的数值拢超出警戒值咯。宜大公司嘛打电话和工地主任甲讲这个监测的报告真歹在，但是基泰也无处理，也无停工。另外，这个基泰建设除了副董事长刘碧良过去捌做过经政署的副署长之外，台北市现任的市府顾问孙伟志，即摆嘛是基泰董事会专案的顾问。这其中是毋是有官商的交结的？市长周满安讲依法处理。泰在接到这一份报告、这一个警戒单的时候，毫无作为。台北市议员刘彩薇所讲的，这张就是宜大工程和基泰大地的监测无正常的通知单，时间是9月7日，内底包括壁体与起气程度等等项目拢超过警戒，提醒基泰建设要注意。状况有淡薄害，并且甲基泰大地现场的工地主任电话讲4分外钟，讲煞了宜大，佮讲原大讲这个程序悠远，爱照行。画记录去合理怀疑这方面到底是不是基泰有跟宜大说拒绝监测，又或者是说他们拒绝走某些程序。2月的时候，2月20号有做连续壁的施作，那在2月24号的时候，数据就有那个达到这个停工的一个状况。土木技师嘛点名基泰大地长期有状况，不过呢，前后几个月基泰唔若无停工，最后佫造成意外。有议员讲，除了基泰副董事长刘碧良捌做过经政署副署长，另外伫当时的专案顾问中出现的孙伟志是台北市政府的顾问。不就是因为仗势着朝中有人吗？不就是市政顾问吗？到底这之中到底还有多少官商勾结的情形呢？如果有任何违法事政，我们一定依法就办。刘碧良回应讲，本案由总经理率领团队配合市政府甲厝主的需要，成全咧赶紧做好安置中建的工作。多谢恁的支持。基泰状况遮济，北检已经开专案会议，将会会同廉政署伫最近就会开始约谈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